主要有就是看到那种竹签呐，就竹签如果说鱼吃到啊，那一定是会死掉的。啊，或者是塑胶袋，那塑胶袋的话也没办法消化，这个就对环境会糟。还有保丽龙，对，这一些比较常见的。我目前海洋废弃物最大宗的就是大概就是蚵棚了那蚵棚它就是一个竹材竹子去架构的再来就是它的浮具浮具的量也不少，主要也是保丽龙。再来就是我们的渔网。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蚵棚的一个管理机制我们目前有一些措施了像总量管制，就每一位蚵农他养的数量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核定了那这个总量管制它就不能超过我们核定它的数量那再来就是说它要申报这个申报制度就是它每一年都要向渔会来做一个申报，它养殖的一个棚数那就要做申报。那申报以后，我们后续就会做一个管控。等它养殖完成，它回收的棚数要一样。如果它有少，那一棚就要花3000块。目前大概就是有做再利用的部分有做我们有机肥燃料或者是一些一般的一些肥料。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都做了非常的都很健全那另外我们在这2、3年也跟龙崎这个农会，因为龙崎农会它本身就是我们黑竹炭的一个特产的一个农会所以由他们原有的设备它的窑去做我们这些我们所谓的海竹炭。就是利用废弃科架，那我们就是研发出了一些海竹炭的系列商品。那其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竹炭的竹醋液，那它这个利用在我们的吸附异味像是我们的厕所，或是说是我们有人在抽烟的话，它都可以有除臭的功能。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海竹炭的除臭包，我们可以放在衣柜鞋柜它是一个环保，然后可以重复利用，拿去晒太阳都可以重复的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对于海洋垃圾其实坦白讲，各国也都非常的在意，尤其对了让我们这个地球的环境更好。我们台南市从2021年9月开始追踪我们台南市的海废的一个清理，当年度到去年2022年已经清理了将近3000吨，3000多吨，到今年已经清理了将近5000吨那所以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做，也希望说让我们的环境更好。那我也希望说这种东西最好是大家不要丢垃圾嘛，就不要丢海洋，不要把垃圾随便丢弃在海洋中这是最好的，免得可能你丢1公斤垃圾，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清理掉。所以呢，因此希望大家最好还是把垃圾带回家丢到正常的地方，不要再丢到海洋里，不要污染我们的海洋。各位观众，欢迎收看6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就在最近性交流案件愈爆愈侪时机，议员蔡淑慧、李宗诚甲蔡友辉的总质询，嘛以两性平权并是考核来发挥。其中男性议员蔡友辉甚至对咧穿妇女会制服。议员强调，穿衫并无代表男女性别。其中黄伟哲回阿嘛讲，那以后男性议员穿短裙、管打来质询，并未感觉奇怪。议员蔡淑慧伫总质询以陈亚兰协选金钟奖最佳男主角，以及艺人伊两真的后生男扮女装等冲击传统眼光的话题，照出来凸显两性平权毋是考核。议员问在场所有以及主管该当接受，竟然无人敢举手。甲因做伙质询的议员蔡友辉却真有勇气答应穿上妇女会制服，就差无准备裙。衣服不一定是性向的表现，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我们刚才社会局长提的这个利益的回避，
甚至有人觉得男扮女装、女扮男装，他们能够接受程度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的两性平权真的只是落于口号而已，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回去审视一下。我认同蔡议员的讲法，不过衣着也只是表象而已。好，那因为人要发乎心里面对于性别平权的一个尊重，那这两性平权是啊，是真的。会后议员王嘉珍嘛特别教场献花小亭两性平权，以总集顺网络直播力量来宣传。议员蔡会主动请女装，嘛借此表达要服务妇女会成员。我们倡导女权，也要注重两性平等的概念。我们3、4个议员在议会，我们宣导这种概念，我大家咱的社会早一点两性平权，是真正的做得到，不是口号。今仔祝多谢蔡淑慧吼，因为一个这里属对我想要做，希望10几档高进拢无完成我的心愿。我中诚吼嘛是做这妇女运动，家政嘛推动很多妇女运动吼。我们希望我们国民党真正的民意代表当一个楷模，卖像民进党安尼拢无做迄个执政了拢会出代志啦吼。我相信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鼓励大家国民党的男性走入女性的团体。一方面鼓励女性走入男性的团体，达到两性平等。两性平权不是口号。台新闻军籍林银庚采访报道。最近性交流案件一件一件，连应该保护人民的警察嘛砍下来当中，议员李宗诚、钟义顺就爆料，2当前4分局有小队长向伊报案的朋友，竟然讲出暗示，敢要做伙食炒饭等暗示，让伊相当不爽快，要求市警局启动调查。最近性交流事件愈讲愈多，议员李宗诚嘛爆料，一名女性好友2当前因为昨日早起为了澄清向4分局报案，结果却被新办的小队长要求借钱，甚至伊暗时敢要做伙食炒饭，让伊朋友真无爽快。加上今年3月嘛爆发林姓警务涉嫌性交扰女性房地产销售人员一案。议员李宗诚伫总集顺不满保护人民的警察竟然安尼，要求好好检讨调查处理犯错的关键。一般警察是在保护人民啊，你怎么会把我去检举的案子要把女性朋友把她牵扯进去？那你变成我本来是受害者，结果警察变成是加害者这个部分。他不仅要跟我这个朋友借钱，他甚至说暗示我今天晚上要吃炒饭，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当时我本来要把这个东西拿到议会来说，那因为这个小队长当时听到说我要在议会质询，所以他用最快速的时间退休了，我就没有办法在议会上狠狠的去打他，我甚至要让他连退休金都没办法领，但是他可能有听到风声，我在收集证据。那在今年3月，其实局长当下我们也是很立即有去处理嘛，但是在我们看来，很多的民众就认为说，其实警察犯错了，顶多把他调到偏远的地区，或是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就把这些事情掩盖过去。我觉得这个很不妥当。这个案子在我们立场来讲警纪不应该发生问题了，所以我们是从严从速的处理。第一时间我们是申请拘票来拘这位林姓的同仁，然后我们报2大过免职。我们是希望能够不要这个劳斯署不要再留在我们警界里面，但是要走程序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想他留在他们科长是讲说要调到别的单位，就像刚一座说要报到那个比较偏远的地区，但是我还是认为问题不宜搬家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部分啊。另外，因这112年转会真侪轻艇等水上运动项目，选手拢会利用加南大牌来训练。不过现况就是生满布地连，不止成为运动训练的障碍，嘛造成鱼类死亡。所以议员建议水利局一定要协调第6号船局，尽速清除所准。台南新闻军籍林银庚采访报道。
今年全运会伫台南，因为是地主队，市长顺应民意，力争将金牌选手的奖金加码到35万以后。配合蔡友辉、蔡淑慧甲李宗盛的联合质询，嘛进一步加码表示，只要台南达到30面金牌，因3位将加码30万。同时呼吁市府向企业团体开喙募款，增加选手士气。今年全运会10月将伫台南登场，总决赛期间，议员无分哪力，拢替选手争取提高金牌奖金。市长吴伟霆日前嘛答应台南成为地主队，个人金牌奖金将对30万提高到35万。对此，议员蔡玉辉、蔡淑慧甲李宗盛的联合质询，嘛进一步表示，为了提高士气，鼓舞选手，只要全运会台南队达到30面金牌成绩，因3位将加码30万。同时嘛，希望市府带动企业团体共同来相挺。大家互相嘛，阮若着30面，再局出了1000、2000嘛好，对不对？大家你捧场，甲咱台南市政府捧场，咱3个都要出10万啊！啊，恁加减要出一个够要紧。对啦，阮会去，恁出来嘛是，恁出10万是摕迄个基金嘛吼，啊，我嘛个往为募捐来。基金无啦，基金无啦吼。来，莫讲咱台南市长3上市人医生出5万。哦，我头叫是讲你出的，咱市政府出的，结果是医生出的咧。啊，伊都讲伊无爱出名。蔡水议员提议就是讲咱得金牌超过30面的时阵，阮愿意一人出10万啦吼，来帮助咱台南市才会得奖杯金牌的选手。第二，我嘛呼吁这集资所大家加减添悠悠啦，1000、2000无嫌少，5000嘛多好啊！大家去甲企业。甲咱热心关心咱台南市的这吼百姓也好，这企业家也好，也是讲校也好，庙宇也好，来甲捐寡钱、无寡钱，我感觉这个好事，甲咱营造整个台南市的好的环境啦吼，这是我的想法吼。两当一摆全运会以110年为例，台南市代表队总共摕下89面奖牌，其中有25面金牌。议员嘛希望因抛砖引玉，带动市府重视甲社会支持。同时，依照现况6都的金牌奖金，台南加码到35万以后，已经是6都上悬。接下就是争取2、3名奖金的提高。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我觉得你们要去努力了。112年度市民学院伫南区南都里开课，活动对6月7号到7月5号这段期间所规划课程，有教民众家己动手做精油灰泽，嘛有提供精油美容保健的资讯，吸引40多位市民报名学习。市府民政局主办的112年市民学院，这次来到南区南都里活动中心开课，由静心神技安排师资。教导民众制作手工精油皂。6月7号是第一次上课，现场就来了将近50位学员参加。议员罗坤浩也特别教导致意，同时肯定课程规划用心。我感觉这个活动要多在社区里面办，好家老人、一个长辈会当家己 DIY， 家己使用的物件是家己制作出来，这非常有疗愈的。而且咱好家的一寡长辈有代志通做。更有荣誉感所以感谢老师还有我们的里长这样子去安尼来争取嘛感谢政府单位市民学院会当办入咱社区办入咱里来112年度市民学院总共规划了5周16点钟的课程，除了教导精油皂制作，也分享各种美容保健知识。这16小时的课程，除了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扩香的精油皂，还有说洗脸的，还有说洗头的头皮皂。还有做一些像礼盒类的，像我们会给市民他们做一些比较舒压，因为作为其实社区的年长的那个比较多，那年长的妈妈爸爸他们都很喜欢做这种舒压课程，自己手做 DIY， 除了可以疗愈以外，还可以做一些像斜杠啊，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些礼盒啊。那所以说我们这次有教一些像节庆的礼盒，比如说端午节、母亲节礼盒，还有大吉大利的年终礼盒。1年1度所开办市民学院创意生活芳香精油 DIY 使用课程，手工精油香皂
可以清洁皮肤，在防疫期间常洗手，也可以达到保护功能。教导里面不但可以防疫抗菌，又能活化脑筋，动动双手，动动头脑，是一种非常健康又实用的课程。除了这次第一堂课，另外在6月14、6月21、6月28以及7月5號，分別在南投里活動中心，還有保健相關課程，內容豐富。树林实验站。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安平海頭社文殊殿將演者李天王甲環虎沉水聖誕，廟方特別邀請安平道段王德和道長進行祈安受祭，同時經首次安排撥做運金，邀請民眾前來參拜祝壽。創建在1798年的文殊殿，廟內主事李天王，也就是三太子李羅車父親托塔天王李靖。農曆4月21號是李天王聖誕，也因為李天王是掌管兵部，所以在廟內時常會當看到有軍界，或者是境界朋友來參拜，祈求官運亨通，非常的特別。4月21號是阮安平文殊殿托塔天王，就是李靖，就是李羅車因老爸，甲三太子的老爸的祖廟，因為阮這雙天王是台灣全省帶為一雙上早的廟。咱伫迄個西元1822年的時陣就有啊啦。啊，因為咱這雙神明的由來就是講，咱較早人咧討愛的時陣，住佇海邊，有人指示講去海邊，都愛捡着阮一雙天王愛轉來雕金身安尼。啊，所以阮這雙文殊殿較來開始來服侍天王安尼。不止李天王獨特，廟內環虎沉水嘛真無共。文殊殿的環虎沉水，並不是一般人知影唐朝范成業還沉水，而是宋朝的范仲淹還沉水，是全台獨一有二的神尊。咱的環虎甲五王的環虎是無共款的吼，咱的環虎算全省獨一有二啦吼。范仲淹啊，上早范仲淹是伫文殊殿伫1798年伫遮開始啦吼。1822年伊招天王過來遮做伙行經啦吼。民國38年。咱環虎請迄個高陽蛤蟆青了後，文殊殿的主神就改由天王，然後迄個高陽蛤蟆青的主神就是環虎沉水，但是在地安平的信眾對環虎嘛是足有信仰的，所以後壁去雕一身環虎，所以咱這全省有2身環虎沉水是安尼來的。農曆4月20是文殊殿環虎沉水聖誕，廟方在李天王以及環虎沉水聖誕期間，嘛有舉辦一系列祝壽活動。8日暗時將舉辦平安宴，宴請有獎交背景；10號也將舉辦撥做運金的活動。文殊殿歡迎四方信眾做伙前來參拜求好運。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為了擺脫行人地價影響，高雄監理所祭出優惠大放送，要讓民眾開100塊地當將機車加分班的課程，希望提醒民眾考照進前愛先上課意願，有正確交通安全觀念，才上馬路。台灣人愛騎機車，尤其高雄去年底的機車數更突破了207萬輛，但也常常有民眾因為貪圖一時方便，造成馬路上險象環生。這個是可能大家對交通安全的觀念並沒有那麼清楚，那可能平時我們在考試的時候，可能只是針對考試的題目來做準備。不過監理站觀察，自從將罰鍰提高到6000元後，路口不停讓行人的情況的確有慢慢減少。以前就是所謂的不禮讓行人的問題，那目前因為執法還有現在新聞的大量的一個宣導，稍微我感覺上是有在改善。當我自己就感覺，我現在走到人行道上面，車子就會有要禮讓我了。為了進一步擺脫行人地獄污名，高雄在暑假來臨之際，即日起提供200個機車駕訓補助名額給學生族群，換算下來，每人只需要自費900元就能上課。這整個算起來的話，如果你到駕訓班來學習的話，你只要花900塊。
你就可以上我们10小时的我们的那个学科的训练，还有6小时的术科，让教练真的带着你在这些路口来做一个实际的一个模拟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优惠。学生来的话，只要900块就可以。那这个优惠里面还有一个说，如果你是属于中低收入户的话，我们是学会就是全免。就怕有新手拿到驾照后还是不敢实际上路。高雄近期还推出了机车道路驾驶训练课程，有2名教练一前一后协助引导学员克服恐惧，正确在路上骑车。经过补助后，相当于可以免费上课。你拿到驾照以后，你不敢上路，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教练带着你，然后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你在中间，那这样到我们的道路驾总共3小时。那现在的话，收费的话是1200，可是这1200的话，由我们公路总局、我们的交通部全额来补助。也就是说，如果你来上了教训班了以后，你觉得我考完照，我真的要到马路上面去行驶，还是有一些担心，那你就可以来上我们的机车道路驾驶班。那现在的学费的话，就是几乎就是免费了，因为学费1200，那我们再补助1200，所以就是免费。为了终结行人地狱，除了中央修法，地方政府也祭出优惠大放送，期盼透过教育强化民众的交安观念。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你敢有听过福音文创？伫高雄就有一群少年人靠着对信仰的热情，创立了一个福音文创品牌，用新恩有创意商品传达出福音上界真实的祝福。您听过福音文创吗？有一群年轻人凭借着热情和信仰，创立了一个福音文创品牌，希望透过创意设计传递祝福。天国文创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了的一个福音品牌，然后耶稣来到地上，他传讲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们说，天国有很多的美好，然后天国有很多很好的信息。那这些信息，我们觉得说，其实不会离我们很遥远。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如果把它真实的，就是这个天上的国家，它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它到底会对于不同的事情，它有什么样的看见？那我们就晓得说，我们可以把它透过各样的商品来传递出来，来分享给大家。例如这几张明信片，不仅用时下流行的低饱和度色系，考量到华人不习惯将关怀和赞美说出口，便在上面加上简单的一句话：“你是被爱的，你真好看”，就让许多购买的人感受到温暖。其他还有依照圣经故事做出的文创商品，皮革手环、飞行飘带，不仅仅是外观好看，更饱含着细腻又真挚的心意。这是我们第一个开发的这个产品，然后其实那时候是在复活节，圣经当中说若不流血，人的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我们当然会基督徒，我们就会思想这个节日对我们的意义，跟我们会仰望很多的符号，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教堂十字架。我们发现说，这个皮革手环，如果我们戴在手上的时候，它这个位置钉下去，很多画面那个漫画或者是什么，他们都会画耶稣是钉手掌，但是不太可能，因为它不会支撑你的力，整个人的重量。其实在这个位置，其实就是耶稣钉痕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皮革手环是蛮常见的一个饰品，这样。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意涵能够传递出，或者是我们自己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为我死，他钉上十字架的这个钉痕，我们上面就写上他为我们死的真正的目的，是为爱我们而流。所以 blood for beloved 是宝血为爱而流的意思。耶稣降生，其实圣经里面也说他是把天上的福分带到地上来。对，那前一阵子有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很流行那个飞行飘带，就是什么起飞前就是要移除这样子，对，然后就起飞到天上去，这个是一个很开心的这个记忆。对，那可是我们这个飞行飘带是说你起飞，可是其实有人把天堂带到地上，对，然后在地上我们也能够一样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飞行飘带上面就写 Heaven on Earth， 意思是说，因为耶稣的降生已经把天堂的喜乐、天堂的盼望、天堂的美好都带到地上。这样的商品虽然带有宗教的意涵，但执行长表示，品牌最重要的是让人感受到美好，并不限于任何宗教。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团队就算经历了成本与定价的挣扎、皮料与设计上的考验，仍然在继续坚持。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有在不同的活动场合，有人就是询问我们说，是不是这个意义很好，可以给人传递正向的一些内容。或许你不相信基督教，可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说你相信基督教你才被祝福。他说他是祝福每一位人的神，
不用你一定要做到什么，不用你一定要成为什么，你才可以得到。我们听见，我们相信，我们就领受，对吧？但是即便你还不相信，这个祝福是存在的，是希望给你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单品，也能够表达这个祝福给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近几年，文创在台湾百花齐放，在高雄就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努力的创作与散播价值，希望让更多人接收到他们的用心，也帮助年轻人找到新的方向。记者周福庆、李凡飞高雄采访报道。感谢收看6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